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37到45节，出埃及记16章第1节到21节，哥林多后书第13章5节到10节。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恩甲顺服。现代人真侪人咧追求权力，也是讲权利，但是却袂记即另外一边是责任啦真侪成功神学的基督徒拢咧追求束缚蒙恩，但是袂记咧着爱顺服上帝。伫以色列出来埃及的过程的中间，充满济神迹奇事，这拢是出自上帝的救恩。无论是经过10个灾难，渡过红海，逃过法老精英的即个部队的追兵，得到甘甜的泉水通马拉通食，也是烟吞肉，来赢过亚玛力人，等等这的代志，每一摆因拢是咧经历上帝的恩典所赏赐落来的救恩。渡过着这个困境，但是上帝为伊对因的要求，迄种顺服，以色列人却做无到，亲像亚当一样。玛纳原文的意思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当以色列人还搞不清楚迄是啥物物件的时阵，上帝就用即个玛纳啥物来饲饱才会约略300万以色列人伫40年久，一直到因进入伫应允之地迦南地的迄一天为止。上帝因为因人数真多，即个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来行40冬，因的食物无够食，所以上帝就赏赐因玛纳，通互因食较饱。这个中间因为有安息日袂当工作的规定，所以上帝互本地迄个一天就会歹去的玛纳，到伫第6天的时阵，就会当放2工月。上帝规定以色列人每一天才会当捡家己要食的一天的分量，剩的若加，就会臭腐生菇歹去。上帝安尼甲因讲看，我要对天落美牛互恁，百姓着出去，逐日捡，逐日会业。我通试验因，看因要趁我的法度暗毋。到第6日，因着将所捡的人来备办好势，比逐日所捡的增倍多。但是以色列人就是经袂起这个考验就是有人总是有这种人，就无要遵守上帝的旨意。可能因中间有人感觉讲我比别人较聪明啦嘛可能有人感觉讲我趁着我谋着但是事实上根本毋是安尼啦圣经甲咱讲，总是因无听摩西的话，有人到过早起这个就生虫有臭味。摩西收起因逐早起去照逐人会食的尿互因，日头一晒就扬去。上帝用神迹来养饲以色列人，要求以色列人上简单的顺服，但是因犹原做袂到。其中上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人是咧顾家己，为着家己想家己的代志。因为着家己想要加创一寡物件，可能想讲万一若无通食饱，也是讲因根本就是无信心，烦恼讲万一明仔载就无要安怎，所以就加创一寡。或者是讲有即种贪心的心态，也是讲反正都无人看到啦所以上帝应允即个第6天，玛纳会当放过暝所以为什么保养时也袂使呢？无来试看卖用华语来讲，这个人的心态讲神不知鬼不知啦
你叫袂记你讲，其实是我知，上帝佫较知啦吼。基督徒如果会通知影，会通反省，有自知，家己是软弱的，安尼的人就有救啦吼。因为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是讲咱讲真实的迄迄句话讲，骄傲必败啦吼。掠做家己真敖，掠做家己真巧但是事实上，咱根本就无才调，为着家己的性命负责任嘛吼。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安尼讲，今仔日的另外一个经文，伊讲恁着试看本身踮伫信无，着加其验看，是毋知恁若是通去杀的，就有耶稣基督踮伫恁。我俩毋望恁会知，阮毋是通去杀的。但愿求上帝，互恁所行的无一项歹，毋是要显明阮是最通接纳的，是要互恁的行做拢好。阮虽然做亲像通去杀的野通，因为阮袂为做甚物来逆真理，就是帮赞真理。阮软弱，恁勇壮，阮就欢喜。阮所祈求的，就是互恁会完全，因为安尼。我3年的时阵写这会互恁，通伫三更时免照主所互我的权来用严法。这个权是要起造，毋是要车倒。所以保罗遮真清楚咧，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咧讲爱做好。这个做好其实就是顺服啦。蒙恩得福的基督徒一定爱会通努力来学习实践顺服的功课。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9月18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37到49节，出埃及记16章第1到21节。哥林多后书13章5到10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蒙恩与顺服。许多人追求权力，一个是 power， 一个是他们的应有的 benefit 那他们却忘记了责任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成功的追求成功神学的基督徒，他们都追求赐福、蒙恩，但鲜少看他们强调顺服。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充满了神迹奇事，这都是出于上帝的救恩。无论是经过了十灾，渡过红海，逃过法老精锐部队的追兵，得到甘甜的泉水，获得玛拿，这个安豚肉，胜过亚玛力人，这每都是上帝的恩典赏赐下所得到的救恩。度过了困境，但是上帝唯一要求他们要做的顺服，以色列人却做不到，就如同他们的先祖亚当一样。玛拿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都还搞不清楚上帝给他们的那个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上帝就用那个玛拿什么来喂养将近300万人40年之久，一直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一天为止。上帝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以色列人人数众多，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所以他们没有够用的食物，因而赐给他们玛拿来得以饱足。后来也因为安息日不能工作的规范，所以上帝那个所说的1天就会坏掉的玛拿，在第6天就可以变成存放2天。上帝规定以色列人一般来讲每天只能捡拾1天自己的分量，多余的就会
坏掉发霉。上帝这样告诉摩西了要他转告以色列人，他说：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人民每天出去捡当天所需要的食粮，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看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到第6天，他们必须捡2天的食粮来准备使用。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就是经不起考验，这个当中就有人没有遵守上帝的指示或许他们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聪明也好像是捡多一点就赚到了啦那事实上其实并不是如此在经文继续又告诉我们说，可是有些人不听摩西的话，留下了一些。第2天早上，这些留下的都生了虫，而且有霉味。摩西对他们生气，每天早晨有人按照自己的食粮捡取食物，太阳发出热气的时候，食物就融化了。上帝既然用了神迹来喂养以色列人，然后他对以色列人有要求，是最简单的，就是顺服，他们仍然做不到。其实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自私、顾自己、为自己这种想法。他们可能想说万一我吃不够的话，我可以多尝一点，那万一吃不饱，我就可以有东西可以吃。或者是说他们根本没有信心，然后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万一明天没有了，那怎么办？有些人想说侥幸的心理，既然上帝在第6天可以让这个东西放隔夜，那么平常或许也可以就试试看嘛，偷来试试看。那我们如果用华语来形容，用一句成语来形容那些人的心态，可能在想说神不知鬼不知他们就忘记了其实我知，上帝更知道。基督徒如果能够知道，能够反省，能有自知自己是软弱的，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有救，就有福气了因为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骄傲必败。因为自己以为很行，但事实上我们却是软弱无力，对我们的生命也没有能力去掌握。保罗这样劝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你们要考验自己，审查自己，看看你们是否过着信心的生活。除非你们完全经不起考验，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在你们的生命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并不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祈求上帝使你们不做任何坏事，这不是要表彰我们经得起考验，而是要你们有正直的行为。即使我们被当作是失败的，我们绝对不能做任何敌对真理的事，只能维护真理。我们软弱而你们刚强，这是我们应该高兴的。我们所祈求的是你们会成为完全。因此我在远离你们时写这封信，好使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不必用主给我的职权严厉的对待你们。主给我的职权是要建立你们，而不是拆毁你们。是的，我们就是要追求行善，然后在真理里面，然后顺服上帝。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要努力学习实践顺服的功课。